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 K 啦。咁今日同大家嚟到睇呢一個咧，係屯門南浪海灣一個打100零尺嘅巨廳單位啦。睇到我個身，睇到呢個位置幾闊落啦。咁啊，今日事不宜遲，咁就同大家入屋睇下先。廚房位置呢邊咧就比較深 size 嘅，喺南浪海灣嚟講咧，呢一隻廚房應該都係最大㗎啦。其實你睇到個備餐區超長嘅，咁啊做咗個電磁爐頭。咁本身咧呢度咧有道門咧就嗱呢度其實個顏色有少少唔同，係入去個士多房，但點解會冇咗咧？因為而家咧就將個 store room 咧就稍稍搬咗門口喺飯廳呢一邊進入㗎啦。咁啊，但係都可以照翻你話見到都擺到大概5尺磚度啊。咁啊做到一張單人床，姐姐房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咁啊嚟到我哋呢一個巨廳嘅位置啦。咁南浪海灣出名廳大。咁啊，呢度可以做張6座型大飯台啦，梳化電視距離完全冇乜問題嘅。咁啊，一齊裝下個景觀先。咁啊，景觀呢一邊咧，其實就望翻去屯門個避風塘啊，係啦，前面望到御海灣嗰個內園景觀嘅。咁啊，前面呢個 area 咧就係個巴士站，但係有聽聞咧都有機會會搬㗎啦，將來就可能就會做個運動場嘅。咁啊，見到有幾個莊口喺度啦，呢啲位置，呢度有2、3個，就係屯門南站嘅嗰個線路位置。咁即係呢邊個距離嚟緊咧，將會係同屯門南16區站係非常之接近，行過對面馬路就係嘅啫，所以勁方便。嗱，呢個單位另一個心唔同嘅地方就係依家業主好識享受啦，佢就將個廁所2個洗手間咧就偷做一個超大型。咁應該原裝咧，我估計咧就放個浴缸嘅，但係應該拆走咗啦，可能就已經係啦，有個壁畫喺度好靚嘅，同埋洗手間做到好闊落，咁啊〜門櫃都好靚仔嘅，咁啊細房間位置，咁基本6尺床冇乜問題嘅，6尺我諗如果你話就細房擺6尺乘4尺到啦，都可以做到。2個房都係同一個 size 咁滯啦。咁呢邊如果計翻咧都有4尺，6尺乘4尺就如果係啱啱好咧擺咧就會問啲。咁我諗6尺乘3尺到啦，留翻少少空間，呢邊可能擺翻個櫃咁會好啲嘅。咁啊嚟到主人房。咁啊，主人房呢個 size 就最大啦。咁啊，窗台做弧形嘅，咁啊做咗3邊落床嘅空間可以，如果正常可以咁擺，因為你見到燈電掣都喺呢度兩頭啦，啲叉電位啊，咁啊一個衣櫃位，咁喺呢一邊，咁啊有個 corner 咯，做櫃嘅時候要小心啲，可能多數都係咁樣做一個直角咁樣做咗佢嘅。咁啊冷氣機嗰啲新門有興趣歡迎揾我帶你上嚟睇下。